大家好，我介紹呢個啲毛嘅公仔，慢慢欣賞啦。98年第一次製作工前，去到2018年，英格蘭而家開工啦。有63000個業主轉售自己用購買權買落嘅單位，平均每人獲利94000英鎊，合係近100萬港紙。周國榮認為，政府考慮重推租置計劃嗰陣，要小心唔好令到房屋保障變成投資工具。政府嘅房屋資助咧，講得個目的就係解決居住問題，就唔係話幫市民去。哇！嘅目的咧係想話，即係仲有呢個，想話即係用呢個物去增值嘅話，係一個投資嘅話咧，政府冇咁樣而冇去做呢樣嘢嘅。打開地下啦。而家全港有超過200萬人住喺公屋，房屋政策有任何改動，將會大大影響佢哋嘅生活。相信政府需要慎重考慮。今集新聞後要講喺呢度。睇下，慢慢欣賞啦。介紹完畢，拜拜。